这个庙伊无放石狮，毋过有靠两只这个石镜吼。有人讲这是互去食困的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其实这款石头以前最拄开始啦，吼，伊去设计的物件，上主要的目的咧是咧，配合迄个咱迄个门厅，吼，落去安排这个物件，会甲堵咧，互伊搁较稳定。啊，无你有诶厝，还是讲庙，迄门足大诶，逐工都要开来开去，迄个门诶迄个架筋可能会陷，吼，较无遐稳定，所以下骹用石头甲开咧，甲堵咧，互伊会当较稳定。啊，尾啊呢，为着好看，你愈做愈大粒，吼，啊，所以那一只椅也共款。我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嘛是也去对大人去北港妈祖庙拜拜。啊，要去坐遐就叫大人嘛，讲迄是去食咧坐。哦，啊，应该是讲咱有一寡朋友可能较无道行较无好个啦吼。啊，伫个街仔头会来分，吼。啊，当然庙内底人出入率较侪嘛。啊，你坐咧拄啊好，因为去坐迄个门头，啊，摕一块碗伫遐。所以毋是讲一定是，毋是讲为因设的啦。啊，只是讲因感觉安尼方便，吼，伊要去分创啥货，所以就有即个习惯。啊，所以大人就即安尼讲，迄是去食咧坐，叫囡仔还是啥，要休困去找所在，袂使去坐门头。啊，当然坐门头嘛歹看。哦，以前咱古早人嘛有讲即款规矩，讲安尼无礼貌。哦，我是感觉讲这甲设计的人有关系啦。像丁老师伊嘛是做设计人，我嘛是做设计人。吼啊，做这种设计一定有伊家己的想法，一定有伊家己的想法。像这间庙，伊这门禁做了较低，你看头前迄坐甲这个石头吼，拢起光啊，吼坐甲拢起光啊。起光的原因是啥物货？是这间庙伊的态度，伊对待老百姓的这种态度是啥物货？吼啊，伊的态度是啥物货？伊就讲啊，我较亲民，吼啊，所有的人拢会当来，吼我心命袂甲恁计较，哦，你会当踮我这庙口，吼会当踮遮做生意，会当讨价，会当创啥物货？这表示讲我这心命对老百姓的一种。服务还是对老百姓一种慈悲的态度啦。哦，啊，不过这是伊的认为，伊的态度。啊，不过有的寺庙伊就无安尼感觉，伊就无安尼，伊就唔是安尼想法。像头拄仔咱看咱后一张，像这个空祖庙，空祖庙头前伊嘛有石箱，啊，这石箱呢，伊就做了较悬，做了较悬，一般人是坐袂起哩的。是。啊，坐袂起哩的原因是啥物货呢？就是因为咱这个。空主的门神呢，吼，空主的这地主呢，伊咧重的是礼数、礼教最重要。吼，啊，你徛就爱徛款，啊，坐就要有坐款。吼，啊，啉茶、食饭的站就爱啉茶的款、食饭的款。所有的物件拢爱照这个礼数，唔通乌白来，唔通乌白来。啊，像迄门神呢，较下骹的，啊，像一般老百姓呢，较无礼貌就骹翘起来，然后啊乌骹啦吼，啊白掌啦吼，啊毋过这是自由，这是自在，吼，这嘛毋是啥物毋对，嘛毋是啥物毋好，吼，啊毋过咱这儒家的人特别安尼想，儒家的人讲，你这叫做无礼貌，吼，这叫做无规矩，所以讲这门神特别做好啊悬呢，就是互恁遮的人，大家拢爱照规矩，吼，毋通安尼无规矩安尼啦。